大家比较少听到啦，因为我们都是创作团啊。也许有机会了。我说，也许顺利的话，我们可能明年就会出专辑了。对，到时候再麻烦大家，谢谢。对，可能只有一首歌哦。可能对，专辑里面500块一首歌，对。然后那一首歌500分钟，谢谢。有10首啦，对，10首都一样。好了，我们希望能够给各位观众一个交代啊，不是，就一些成果啦，对了，对。好，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也是不好意思，也不用不好意思啦，因为既然是家乡，我就直接，因为我常常看到年轻人韩国歌、日本歌、英文歌都可以倒背如流，也许他上课会懂的英文字母没有几个，我就觉得好好奇，为什么他们什么歌都会？原来音乐的感染力是如此的强。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的母语如果哪一天也搭上大家还能够接受的流行音乐的元素的话，不晓得他们会不会就此喜欢上自己的语言，带来这一首歌在拯救自己的母语。这首歌其实最主要，它是要告诉阿美族的年轻人，其实也告诉很多少数民族，不要忘记自己的语言。对，因为语言没有了，就等于没有根了。带来这首歌叫《Amis Rap》，谢谢。
够大声，尖叫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让阿丽亚享受一下在家乡的土地上被几千人欢呼。叔叔，你们不要一直叫我叔叔好不好？我年纪比你们小呢。你什么时候那么快多25了吧？那么多侄儿跟侄女哦？哎 ，Parky， 快25岁了吧？25岁。给我们讨论1分钟好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呢。因为我们想说今天没有人会来啊。动物园，哎，已经有人点歌了，不用想了啦，不用讨论了。动物园哈，我听到了。美邦也可以，美邦女孩。因为是不是？你们应该要出专辑了，你们的歌大家都倒背如流。好了啦，没有动物了，动物也要休息啊。下次啦，明年的月光海如果再找我们来，我们就唱动物园好不好？我们约定好不好？再来一首《动物园女孩》。哎，忘了介绍我们的鼓手了喂。哎，原来他有来，我不知道。好，因为下一个乐团已经在等了哈，也是我们的兄弟团哦，等一下就轮到他们接场啊，因为我们等一下也要赶捷运哦，要回台东。老梗了，在秀姑兰溪以北叫邦扎，以南叫阿密斯，可是它其实都是同一个族群。然后我做这首歌是要告诉阿美族的女孩子，马丁不要叫，对，还有很多男孩子，其实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衣服都很美，不要急着羡慕别人。也献给所有台湾人，其实你们都是最棒的个体。那这首歌叫《美邦女孩》，跟上上美邦没关系，就是阿密斯的美跟邦扎的邦，对。那以前叫阿邦女孩，但是因为阿邦颠倒念邦啊，很像。知道阿美族话的人就知道，就很像阿美族的生命的出口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给他改成美邦女孩，就不要讲的太明显了，姐。然后这边他的副歌有8个字要教各位，马嘎巴海就是很漂亮的意思。马嘎巴海。我们唱马嘎巴海。对 ，It means so beautiful。对，然后下一句是阿盖有音。好，你弹一下，记啊。马嘎巴海阿盖有音，欢迎你们。一起唱，马嘎巴海阿盖有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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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有请欢迎你们。这首歌怎么唱呢？我们从头唱给你们听一下，不要到副歌的时候大声唱哈。哦哎呀，嘿呀哦啊哦啊哦哎呀，哦哎呀，嘿呀哦。看见你穿上彩虹衣，黑白缠绕出你小腿的美，白羽毛
想着你温柔的美丽，红衣项链让文化的美永远与你相随。一起唱。不管你阿弥陀邦扎，都是最美的女孩。Come on。不管你阿弥陀邦扎，都是最美的、最美的女孩。Yeah， 开始了。看见你穿上彩虹衣，黑白缠绕住你小腿的美，白羽毛象征你温柔的美丽，红衣项链让文化的美永远与你相随。我马嘎拍，阿盖有意，不管你阿弥陀邦扎，都是最美的女孩。大声点，阿嘎拍，阿盖有意，不管你阿弥陀邦扎，都是最美的、最美的女孩。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吧！谢谢你们，今天的夜晚因为有你们而美，感觉很像我们已经是最后一个团体了呢。你的笑容是我难以忘记，美丽的歌声存在我脑海里，阿恰萨玛勒，艺术库卡乌拉哈那我。没有教用听的，跟着哼，唱错没关系。不管你阿弥陀邦扎，都是最美的女孩。最后一句了。谢谢大家，我们是蓝星乐团，谢谢。谢谢蓝星。其实我们现场，因为今天应该有很多是我们都历部落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对吗？